家好，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是蒙古人，我的名字是蒙古人。我15岁，我是中学学生。我喜欢跳舞和唱歌，和学习我有的爱好。我喜欢看书。我家有5口人，有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姐姐和我。我的爸爸是计算机程序员，我妈妈是食品生鲜经理合格的，我的哥哥是今年乌兰巴托大学毕业，我姐姐是像我这样的中学学生。我学习汉语已经1月多了。阿德索玛小姐是我们汉语老师，阿德索玛老师很好教我们汉语。她是蒙古国立大学是4年级的学生，老师很漂亮，我爱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同学一起学习，谢谢你们，我同学们很好了。我们现在努力学习汉语，学习汉语很有意思。我今年学习汉语和瑞有心，我很高兴。我是很好了，学习你们看吗？祝你好运，再见。学习我有的爱好和但是no， 我是我家有5口人，有爸爸妈妈唱歌和学习我有，毕竟你不会不啦。我爸爸是计算机